最近有一个展览，号做倒数江湖武侠在台湾，用电视、电影、广播等等的方式来小介绍这武侠剧伫台湾的演变，也是听中心佮请广播的老师重新制作英国真出名的广播剧《钱来呀》，带观众朋友做来看。等场无记电影《龙门客栈》的景，嘛有放单条床来解说，迄阵是安怎拍飞天国家的场面。国家电影甲视听文化中心最近展出甲武侠剧相关的展览，内容包括广播电视甲电影，亲像电视武侠剧，都有特别的发展历程。头一届就是讲，咱本土的电视剧以武侠来做主题，第二届就是讲，咱甲台湾甲香港无共款的去相咱相比拼。第三届就是讲，咱来甲像大家即马知影的《神雕侠侣》，也是讲像楚留香做一个经历，就是讲伊经过无共款的历史的演变。第一部电视武侠剧的开端就是台剧武侠剧，另外嘛有广播剧、影视听中心，特别请较早广告正知名的张宗英老师，甲伊的团员，将60年代观众真爱的《钱来呀》中配音，互民众重温过去。所以伊搁找师傅去画，用画的方式画连环图，用连环图直接配音广播剧的遐个团员录的音，会当真详细去介绍遐个武侠的招式。一剑分呢，就是一剑会当将迄妖魔甲破成两平。用广告的方式搭配影像，展览嘛结合互动体验，民众只要用手机操作，嘛通看到一寡珍贵电影的修复部分，而且嘛通角色扮演。希望大家对武侠剧的过去到大的演变有更加深的了解，登记到4月底。记者陈嘉文、李玉凯，新北报道。